上升12蚊。即刻睇電話旁邊嘅雲福證券聯席董事林嘉琪傾下呢個股市嘅走勢啦。嘉琪你好，係你好。咁睇下大市方面啦，今日啦去到而家都冇乜方向，比較反覆窄幅上落啲啦。咁啊後市方面點睇咧？係咪要睇翻我哋股市復市之後嘅表現啊？冇錯，我諗今個禮拜咧，即係整體個成交啊，或者個走勢方面咧，都較為冇乜方向。咁啊，除咗話睇翻即係下個禮拜 A 股開市嘅表現之外咧，我諗而家咧都睇翻即係嚟緊啦，禮拜尾嘅時候咧，可能美國嗰邊都會有啲經濟數據咧都會講翻。咁我諗暫時嚟講啦，即係短線之內可能個波幅咧恆指都較為少啲。咁但係咧你話即係喺翻20,500點啊，又或者係20,700點呢啲嘅支持咧，應該較強嘅。之後再特別講下隻領匯啦，咁啊今日再創新高喺度，咁啊曾經高見37個2毫半嘅水平啦，而家都唔弱啊，咁去到37個1毫半啦，升幅咧就唔夠1%嘅。後市方面可以點部署啊？我諗領匯咧，暫時嚟講咧，嗰個即係升幅就較為急咗啲啦。因為其實近日咧就大成交即係配合之下咧，咁個股價都已經創新高。咁啊今日咧就有支陰燭啦，即係先高後低啦。咁啊暫時嚟講，我覺得而家講緊領匯嗰個估值方面就唔係話真係十分之吸引啦。因為講緊嗰個預測個周息率大約都係即係4% 左右。咁啊喺即係而家你話即係嗰個整體個息率派息方面都唔係話真係一個比較好啲吸納時間，咁但係當然啦，你話而家現階段啦，即係整體個市況方面係未必有個特別方向嘅時候咧，可能都會有啲資金流入嘅。咁我覺得咧，如果而家真係考慮去買翻領匯作為一個長線去收息啊，又或者係投資嘅話咧，我諗個合理股價咧應該係36蚊附近左右啦。好啊，嘉琪啊，咁啊今朝早咧升幅比較明顯啲啦，仲有思捷㗎，有啲咩利好消息影響住佢咧？我諗思捷咧最主要原因都係即係獲大行唱好啦，就係講緊新嘅 CEO 啦，嗰個即係策略方面係正確嘅咁樣。咁我諗暫時嚟講，即係呢個都係炒消息嘅。咁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喺個業績方面係有一個改善嘅話咧？我諗都要時間去證明翻啦。咁啊，但係暫時嚟講咧，你話思捷個股價咧喺翻即係12蚊附近咧，其實已經揾到較為強啲嘅支持。咁啊，我相信啦，即係喺現階段喺即係業務再一步有個即係新嘅消息去公佈之前咧，我諗個股價大約喺11個半啊，至到去14蚊附近左右上落咯。之後轉個話題傾下啲紙業股啦，今日啦都普遍都係做好過呢個板塊。咁啊，理文造紙咧就獲大行唱好嘅喎，因為憧憬翻啦內地刺激經濟措施啦，同埋喺市場需求帶動之下，出年嘅毛利率咧將會改善到啦。你又點睇呢？我覺得毛利率係咪改善到咧？其實理文造紙應該都可以能夠做得到嘅。咁但係你話整體嗰個消費需求咪增加翻咧？咁我覺得最主要即係大行都係睇翻即係上個禮拜今個禮拜初嘅時候啦，一啲即係生產嘅 PMI 入邊咧，其實因為嗰個紙業需求咧確實係有個改善跡象。咁啊，但係可唔可以持續嘅話咧，我都覺得係需要多1-2個月嘅時間咧去睇翻啦。咁啊，但係你話現階段你話理文造紙咧喺翻而家嗰個股價嚟講咧，確實係即係已經突破咗咧初步一個橫行區間嘅。咁但係我覺得就再向上升嘅動力咧，未必話真係好多。咁可能短暫嚟講咧，佢可以去試翻咧，即係大約係3個即係8呢啲水位嘅話咧，已經揾到個初步較強嘅阻力嘅。咁我覺得咧現階段高追嘅風險較大咯。係話理文造紙啦，而家就係升超過8%㗎啦，玖紙咧都唔弱下假期㗎嘛，而家都升超過7%啦，4個3毫9啦嘛，玖紙你係點睇咧？玖紙可能就會較為擔心啲。咁你話雖然話你嗰個即係整體嗰個需求可能嚟緊會增加翻啦，咁但係佢嗰個債務水平咧，其實係喺翻即係最新嘅業績入邊咧，都睇翻冇一個改善，甚至乎咧佢嗰個成本即係財務成本啦，其實都反而係增加咗。咁我諗對於佢負擔嚟緊啦，即係喺嚟緊雖然你話低息情況啦，咁但係我諗佢嗰個債務水平咧都未必有個大幅改善嘅因素喺度。咁所以咧較為睇淡咧就玖紙啦。好話轉講下啲零售股啦，莎莎國際又喺首2日嘅國慶假期啦，初步估計有雙位數嘅銷售增長啦。見到而家股價啦就稍為偏軟啦，去到5蚊嘅水平啦。點解會咁樣咧？走勢上可以點睇啊？我諗咧偏軟嘅原因咧，最主要原因就係受住翻啦今年即係整體嗰個黃金週啦，喺香港個數字嚟講咧，有個大啲嘅即係跌幅喺度。咁咧亦都比即係旅遊業協會咧原本估計嘅20% 啦，都可能會差啲。咁
而家調低咗大約15%。咁啊，雖然你話莎莎今次即係黃金週有翻個雙位數字嘅增長啦，咁但係其實之前呢個股價係翻4個半升上去5蚊，最高試過差唔多5個3呢啲水位咧，其實已經反映咗相關嘅消息㗎啦。咁所以我覺得現時嚟講咧，佢可能咧個股價咧要暫時跟翻住即係整體嘅零售業啦，又或者係其他一啲黃金週相關股份咧要下調翻。咁但係我覺得暫時嚟講，佢5蚊嘅支持力咧應該係見到嘅。好啊，呢個時候不如聽家庭觀眾電話啦。陳太你好，你好，係問邊隻股份呢？我想問 A50，223，我9個3毫2買嘅，可以睇到幾多錢呢？好啊，咁啊，陳太啦就用9個3毫2就買咗安石 A50嘅假期咁啊，見到而家安石啦，咁啊升幅咧就唔夠1%嘅，去到9個8啦，咁啊上望空間仲可以幾多呢？嗱，暫時睇翻10蚊呢啲水位先啦，因為近幾日咧，其實你見到即係個A50呢個即係預測。嚟緊 A 股上升咧，其實都未必話真係好多，因為最主要原因就係上個星期4、5咧已經有個急升㗎啦。咁你話睇翻整體嗰個即係上證指數咧，我諗暫時嚟講，你睇下可唔可以挑戰翻即係2100點先啦。咁啊，如果2100點都係見得到嘅話咧，我諗嗰個即係 A50先可以去翻10蚊樓上。咁但係我諗短暫嚟講咧，即係你可以考慮咧，即係大約喺9個9呢啲水位，即係而家講緊 A50嘅100天線附近啦，可以考慮獲利啦。因為我預期即係如果個 A 股個市場唔係話真係大幅飆升嘅話咧，咁可能會有啲投資者咧獲利回吐都未定嘅。好啊，頭先啦，傾下啲珠寶零售股啦，咁啊繼續傾下啲零售股先。咁啊，謝瑞麟啦，之前發盈警之後啦，琴日咧股價急挫㗎，咁啊去到而家啦，咁股價就變到唔好，但係仍然係呢個4個6嘅水平啦。呢隻咧你點睇啊？我諗謝瑞麟咧，即係發盈警啦，我諗大家會擔心緊咧，就係會唔會淨係得佢會係咁樣做嘅？咁啊，但係其實一直以嚟咧，我諗謝瑞麟佢嗰個即係股價表現啊，又或者佢個業績方面咧，都較為差啲。咁啊，即係建議啦，如果真係嚟緊可能珠寶股你會係睇好嘅話咧，可以趁機咧，即係吸納其他一啲股份，譬如可能係周大福啊、周生生啊，甚至六福啦。咁我諗謝瑞麟個表現咧，都應該會跑輸大市咯。好啊，之後轉講下啲內地嘅體育用股啦，咁啊之前比較弱勢啲嘅呢個股份，呢個辦法都係㗎，咁啊今日都係做好啦，好似安踏咁樣啦，咁啊而家都升緊1成㗎啦，6個3毫半啊，安踏啊點睇啊？有啲咩利好消息影響住咧？我諗都係講翻即係大行講翻啦，即係嚟緊可能係嗰個整個體育嘅用品行業嘅邊嚟講咧，都可能會喺個低潮入邊已經見咗啦，嚟緊都可能會提早復甦。咁啊，我諗安踏同特步咧嗰個即係走勢方面就可能會係較為好啲，因為咧喺嗰個即係現金流啊較為強啲啦。咁可能大家預期咧，即係喺全年嘅業績入邊咧，都可能會係增加翻派息。咁所以咧有個炒作喺度。咁但係我諗即係而家整體嗰個行業方面咧，其實面對緊嘅問題咧，其實都仍然未話有一個特別解決嘅。尤其是咧喺嗰個即係貨存量啦、銷貨量方面咧，會唔會有改進啦？咁我諗暫時嚟講，你話喺嗰個即係技術走勢方面係配合嘅，因為咧都突破咗啦，即係尤其是係安踏啦，突破咗6蚊之後咧，其實佢可能會挑戰翻咧，大約係7蚊呢啲水位咁樣。咁但係我諗短期之內咧，可能面對個波動啦，又或者下跌嘅空間咧，其實都較大啦。咁所以即係建議投資者如果係入市時候咧，就要小心留意翻啦。好啊，之後轉睇埋另一隻1368特步咁樣啦，咁啊而家都升緊1成㗎啦，已經升超過1成添啊，咁啊去到3蚊02仙嘅水位啦。咁啊呢個11黃金週帶嚟嘅影響啦，對於成個板塊咧會持續幾耐咧？我估計咧，即係喺黃金週效應，尤其是今年咧個時間較為長啲啦。對於佢哋即係個銷售方面嘅數字嚟講，係應該會有少少改進嘅。咁啊，但係我覺得咧嚟緊即係你話係咪即係個消費能力方面都會係注重翻體育用品咧？咁我覺得就機會就未必話好大，因為近幾年咧，我諗整體嗰個消費意欲方面咧，其實都會係一啲咧即係可能一啲中階即係一啲休閒服裝啦，又或者咧係一啲電器產品咁樣。咁我諗喺體育用品方面嗰個需求咧，未必話真係刺激得好多咯。咁所以我覺得短暫嚟講啦，可能現階段嗰個即係反應都較為激烈咗啲。咁啊，所以我諗嗰個股價啦，又或者整體嗰個銷售情況咧，可能短暫之內都會減退嘅。好啊，今日啦唔該晒嘉琪嘅分析。頭先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㗎？冇持有嘅。好啊，呢一節嘅節目。